十阿含经第三卷，老宋三藏求那跋陀罗译。59。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及孤独园，尔时世尊故诸比丘，由我受因，分合为我。色受因，受想行识受因，观此我受因，是生灭法。所谓此色，此色即灭；此受想行识，此色即灭。分合色即，分合色灭；分合受想行识即，分合受想行识灭。爱彼即是色即，爱彼灭是色灭。此即是受想行即，此灭是受想行灭。名色即是色即，名色灭是色灭。比丘，如是色即色灭，是为色即色灭；如是受想行识即受想行识灭，是为受想行识即受想行识灭。佛说此经义，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60。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及孤独园，尔时世尊故诸比丘，由我受因，何等为我。所谓色受因，受想行识受因。现在比丘不乐于色，不赞叹色，不取于色，不着于色。现在比丘不乐于受想行识，不赞叹色，不赞叹于色，不着于色，所以者何？若比丘不乐于色，不赞叹色，不取于色，不着于色，即以色不乐，心得解脱。如是受想行识，不乐于色，不赞叹色，不取于色，不着于色，即以色不乐，心得解脱。若比丘不乐于色，心得解脱。如是受想行识，不乐，心得解脱。不灭不生，平等下住，正念正智。彼比丘如是知如是见者，真济具见，应尽无疑；真济具见，永尽无疑义；后济具见，亦应尽无疑；后济具见，应尽无疑义；真后济具见，应尽无疑。无所防著，无所防著者，以诸世间都无所处；无所处者，亦无所求；无所求者，自觉涅槃。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做，自知不受后有。佛说此经义，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61。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及孤独园，尔时世尊故诸比丘，由我受因，何等为我。
为色受阴，受想行识受阴，混合色受阴，所有色比喻一切四大及四大所造色，是名为色受阴。复处比喻色是无常、苦、变异之法。若比喻色受阴，永断无疑，究竟舍离，灭尽离欲执目。以色受阴，竟不相似，不起不出，是名微妙，是名寂静，是名舍离一切有疑爱尽，无欲灭尽涅槃。混合受阴，为六受身，何等为六呢？为眼触生受耳鼻舌身意触生受，是名受阴。复处比受阴无常、苦、变异之法，乃至灭尽涅槃。混合相受阴呢？为六相身，何等为六？为眼触生想，乃至意触生想，是名相受阴。后处比相受阴无常、苦、变异之法，乃至灭尽涅槃。混合行受阴，为六事身，何等为六？为眼触生事，乃至意触生事，是名行受阴。复处比行受阴无常、苦、变异之法，乃至灭尽涅槃。混合色受阴，为六色身，何等为六？为眼色身，乃至意色身，是名色受阴。复处比色受阴是无常、苦、变异之法，乃至灭尽涅槃。比丘若以此法以智慧思维观察分别忍，是名随信行。超生离生，越凡夫地，未得殊陀梵果，中间不死，必得殊陀梵果。比丘若以此法正常智慧思维观察忍，是名随法行。超生离生，越凡夫地，未得殊陀梵果，中间不死，必得殊陀梵果。比丘以此法如实正慧顶见，三结尽断知，为身见盖处疑。比丘是名殊陀梵，不堕恶道，必定正处三菩提。七有天人往生，然后究竟可变。比丘若以此法如实正慧顶见，不起心漏，名阿罗汉。诸漏已尽，所作已作，舍离重担，大得吉利，尽诸有结，正智心得解脱。佛说此经义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62. 如是我闻，一时佛住舍卫国，居士及孤独园，
你是世尊故自比丘，有我受因为色受因，受想行识受因，有痴无闻凡夫，无慧无明，以我受因生我结色着，私心色着，离生贪欲。比丘多闻圣地主有慧有明，以此我受因，不为见我色着，私心结縛，离起贪欲。分何以痴无闻凡夫，无慧无明，以我受因见我色着，私心结縛，离生贪欲。比丘有痴无闻凡夫，无慧无明，见色是我，业我常在。如是受想行识是我，业我常在。如是凡夫无闻凡夫，无明无慧无明，以我受因说我色着，私心结縛，离生贪欲。比丘分何圣地主有慧有明，不说我色着，使结縛心，离生贪欲。圣地主不见色是我，而我常在。如是受想行识，不见是我，而我常在。如是多闻圣地主有慧有明，以我受因，不见我色着，使结縛心，离生贪欲。欲所有色，欲过去，欲未来，欲现在，欲内欲外，欲粗欲细，欲好欲歹，欲远欲近，彼一切见观，皆是无常。如是受想行识，欲过去，欲未来，欲现在，欲内欲外，欲粗欲细，欲好欲歹，欲远欲近，彼一切见观，皆是无常。佛说此经义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63如是我闻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樹祇孤獨園。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，有我受因為色受因，受想行識受因。比丘欲沙門婆羅門皆有我，一切皆以此我受因皆有我，何等為我？諸沙門婆羅門以色見是我，而我常在。如是受想行識見是我，而我常在。如是凡夫，如是依此無聞凡夫，皆我無明分別如是觀，不離我所，不離我所者，入於諸根，入於諸根義，離生於觸，六觸入所觸。有此凡夫，有此無聞凡夫，生苦樂。總是生厝頂及伊，為六觸身。分何為六？為眼觸入厝，耳鼻舌身意觸入厝。比丘有意界、法界、無明界。無明觸所觸，依此無聞凡夫言有言無，言有無，言非有非無，言我最勝，言我上師，我知我見。
福处比丘，多闻圣弟子自六畜入处，二灵验离无明，灵生异名，比喻无明离欲离生异名，不有不无，非有无，非不有无，非有我性，非有我力，非有我相事，我知我见，作如是知，如是见矣。所起前无明触灭，后明触即起。文佛佛说是经义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64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，东方六祖庙讲堂。那时世尊不时将禅起出讲堂，以堂因中大众前，辅助礼制。那时世尊谈优陀那极法无我，法无有我，亦复无我所，我既非当有，我所何有生？比丘解脱处，即断下分极。时有一比丘从坐起偏袒右肩，右膝触地，合掌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无我，亦无有我所？我既非当有，我所何有生？比丘解脱处，即断下分极的。复故比丘，以此无闻凡夫，假色身我、疑我常在，受想行识身我、疑我常在，多闻圣弟子，不见色身我、疑我常在，不见受想行识身我、疑我常在，亦非知者，亦非见者。此色是无常，受想行识是无常，色是苦，受想行识是苦。色是无我，受想行识是无我。此色非当有，受想行识非当有。此色怀有，受想行识怀有。故非我，非我所，我非我所，非当有。如是解脱者，即断我下分极。时彼比丘白佛言：世尊，断我下分极矣，云何流尽？无漏心解脱，非解脱。现法自知足证具足住。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复故比丘，以此凡夫，无闻众生于无为处，离心恐畏；以此凡夫，无闻众生怖畏，无我所，离机非当生。攀缘四摄住，何等为数？为色摄住，色攀缘，色爱乐，精进广大成长，以受想行识住，攀缘爱乐，精进广大成长。比丘，
色移处处，欲来欲去，欲住欲起欲灭。精进广大成长，欲作是说，见有义法。色欲来欲去，欲住欲起欲灭。欲精进广大成长者，但有言说，问义不知，精益生痴，以非见解故。所以才好比丘离色界贪欲，以色易生白亦断，以色易生白断义，色攀缘亦断，色不复住，不复精进广大成长，受想行界离贪欲，以受想行易生白亦断，受想行易生白断义，攀缘亦断，色无所住，无复精进广大成长。色无所住故，不增长；不增长故，无所为作；无所为作故，即住；住故知足；知足故解脱；解脱故于诸世间都无所处；无所处故无所得；无所得故自觉涅槃。我生以尽，梵行以立，所作以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比丘，我说色不住东方、南西北方，四维上下，都欲见法涅槃灭尽，寂静清凉。佛说此经义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，生灭已不落，及三种分别，贪着等观察，是名忧吞那。65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住舍卫国基书记高大远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，相当修习方便禅师，来集其心。所以才好，比丘相当修习方便禅师，来集其心。如实观察，分何如实观察？此是色，此是色集，此是色灭，此是受想行识，此是色集，此是色灭。分何色集、受想行识集呢？以此无闻凡夫以可乐不可不乐受，不如实观察。此受集、受灭、受味、受患、受离，不如实观察故。以受乐得生处，处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病死忧悲恼苦。如是顺带苦故，将集而生，是名色集，是名受想行识集。分何色灭？受想行识灭，多闻圣弟子，受诸苦乐不可不乐受。如是观察，受集、受灭、受味、受患、受离，如是观察故。以受乐得灭，得灭故处灭，处灭故有灭，有灭故生灭，生灭故老病死忧悲恼苦灭。如是顺带苦故，皆摄得灭，是名色灭。受想行识灭。
是故比丘相当修习方便禅师来集其心，比丘禅师住来集其心，精勤方便，如实观察，佛说此经义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如观察，如是分别，种种分别，知功知，种种知，亲近修习，入触正理经，亦如是讲说。66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基书记高堂，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相当修习方便禅师来集其心，所以才好。修习方便禅师来集其心意，如实观察，分何如实观察呢？如实观察此色、此色集、此色灭、此受想行识、此色集、此色灭，分何色集？分何受想行识集？比丘以此无闻凡夫，不如实观察色集、色味、色幻、色离故，乐彼色，赞叹爱着，以未来色，以未来世色复生，受想行识，亦如是讲说。彼色生，受想行识生意，不解脱于色，不解脱于受想行识。我说彼不解脱，生老病死忧悲恼苦，顺带苦故，是名色集、受想行识集。分何色灭？受想行识灭，多闻圣地主如实观察，如实观察色集、色灭、色味、色幻、色离，如是知，如是知故，不乐于色，不赞叹色，不乐着色，亦不生未来色。受想行识，亦如是讲说。色不生，受想行识不生故，以色得解脱，以受想行识得解脱。我说彼解脱，生老病死忧悲恼苦集，是名色灭、受想行识灭。是故比丘相当修习方便禅师来集其心，精勤方便，如实观察。佛说此经义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如观察，如是乃至作证十二经，亦应讲说。67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基书记高堂，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相当修习方便禅师来集其心，所以才好。比丘修习方便禅师来集其心意，如实观察，分何如实观察？如是知此色、此色集、此色灭、此受想行识、此色集、此色灭，分何色集？受想行识集？以此无闻凡夫，不如实知色集、色灭、色味、色幻、色离，不如实知故。乐着彼色，赞叹于色，乐着于色，赞叹色故处。处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恼，死忧悲恼苦，如是顺带苦故生，是名色集、受想行识集。
分合色灭，受想行识灭。道门圣地主，如是知色即、色灭、色味、色幻、色离，如是知故，不落着色，不赞叹色，不落着赞叹色故，爱乐灭，爱乐灭故，处灭，处灭故，有灭，有灭故，生灭，生灭故，老老死，老病死，忧悲恼苦灭，如是顺带苦故灭。分合道门圣地主，如是知受想行识，色即、色灭、色味、色幻、色离，如是知。知彼故，不落着彼色，不赞叹异色，不落着赞叹色故，乐爱灭，乐爱灭故，处灭，处灭故，有灭，有灭故，生灭，生灭故，老病死，忧悲恼苦灭。如是顺带苦故灭。该色得灭，比丘是名色灭，受想行识灭。比丘相当修习方便禅师，来集其心。佛说此经义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如观察乃至足见十二经，亦如是讲说。60倍，如是我闻一时，佛住舍卫国基书记高独园。呢时世尊故诸比丘，相当修习方便禅师，来集其心。如是观察，分合如是观察呢？如是知此色，此色即，此色灭。处受想行识，此色即，此色灭。分合色即，受想行识即，缘眼及色眼色生，三事和合成触，缘触生受，缘受生爱，乃至顺带苦故生。是名色即，如是缘呢彼邪心意，缘意及发生意识，三事和合生触，缘触生受，缘受生爱，如是乃至顺带苦故生，是名色即。受想行识即，分合色灭，受想行识灭，缘眼乃至色眼色生，三事和合成触，触灭即受灭，乃至顺带苦集灭，如是呢彼邪心意，缘意及法意色生，三事和合成触，触灭即受灭，爱灭，乃至顺带苦集灭，是名色灭，受想行识灭。是故比丘相当修习方便禅师，来集其心。佛说此经义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如观察乃至足证12经，亦如是讲说。受以生极乐，亦说六入处。一12种，禅定三昧经。69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祖社会国基书记高堂。你是世尊告诸比丘，我今当说有心集气道及有心集灭道。分何有心集气道？以此无闻凡夫见，不如实地色集、色灭、色味、色幻、色离，不如实地故。乐色、贪色、毒色、住色、乐色、贪色、毒色、住色故，爱乐处，缘处有，缘有生，缘生老病死，忧悲恼，忧悲苦恼，如是顺带可其生，如是受想行识讲说，是名有心即去道。比丘有心即去道，当知即是可即去道。分何有心即灭道？道闻圣地主如实知识，色集、色灭、色灭、色味、色幻、色离，如是知故，以色不乐、不贪、不得、不住，不乐、不贪、不得、不住故，悲色爱乐灭，爱乐灭即处灭，处灭即有灭，有灭即生灭，生灭即老病死，忧悲苦恼顺带可具灭。如是受想行识，亦如是。是名有心灭道即。有心灭道即，即是可灭道即。是故说有心灭道即。佛说此经义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如当说，有及当知，亦如是说。七十。如是我闻一时，佛住社会国，基书记高堂。你是世尊告诸比丘，我今当说，有心可变，有心即变，有心灭变，谛听善思念智，当为你说。分何有心可变呢？为我受因，分何为我色受因？受想行识受因，是名有心可变。分何有心即变呢？为受当来有爱、贪、喜忌、悲悲乐毒，是名有心即变。分何有心灭变呢？即处受，受即处受，当来有爱、贪、喜忌、悲悲爱毒，无疑断，吐尽利欲，灭执目，是名有心灭变。是故当说有心可变，有心即变，有心灭变。佛说是经义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如当说，有及当知，亦如是说。71。如是我闻一时，佛住社会国基书记高堂。你是世尊告诸比丘，我今当说有心集，有心灭，有心灭道即。谛听善思，当为你说。分何有心呢？为我受因。分何为我色受因？受想行识受因，是名有心。分何有心集？当来有爱、贪、喜忌、
悲悲念着，是名有心执。混合有心灭咧，当来有爱贪喜忌，悲悲爱着，无疑断堕尽利欲灭，是名有心灭。混合有心灭道者，为八圣道，正经正智。正义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，是名有心灭道执，是名当说有心、有心执、有心灭、有心灭道执。分说是经义，自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伊如是说。差别者，当知有心，当知断有心执，当知净有心灭，当知修断有心道执。佛说此经义，自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如当说，有及当知，亦如是说。有复差别者。比丘知有心，断有心执，净有心灭，修断有心道，是名比丘断爱欲，白诸极顶法，修无间顶，究竟可边。有复差别者，是名比丘究竟边际，究竟离故。究竟梵行，纯正上师。有复差别者，是名比丘阿罗汉，净诸有漏，所作已做，以下足量大，大德吉利，尽诸有结，正智心解脱。有复差别者，是名比丘断观道暂，超越境界，脱诸风劳，见性发动。有复差别者，混合断观，为断我下分结，混合道暂。混合道前，为道无明深浅；混合超越境界，为境界无数生死；混合脱诸风劳，混合脱诸风劳，为有爱尽；混合见色发动，为我慢尽。欲复差别者，是名比丘断我记、成六记，修复一四种，弃舍诸地，离诸旧，净诸觉，心行识，心先解脱，非先解脱，纯一立幻行，无上事。其道有三种，十觉亦三种，有心四种说，罗汉有六种。72。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祇孤独园，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，当说所知法，彼及智者谛听善事，当为你说。混合所知法，为我受因，何等为我？色受因，受想行识受因，是名所知法。混合为智，调伏贪欲，断贪欲，愿贪欲，是名为智。混合智者呢？阿罗汉是阿罗汉者，非有
他世事，非无他世事，非有无他世事，非有无他世事，广说无量，诸所应灭，是名说所知法，智及智者。佛说此经义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73. 如是我闻，一时佛住舍卫国基书记高度园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我今当说当大、粗大、舍大、大者，谛听善事，当为你说。分何当大？为我受因，何等为我呢？色受因，受想行识受因。分何粗大？当来有爱贪喜忌悲悲乐着。分何舍大？欲当来有爱贪喜忌悲悲乐着。应断无疑义，灭义土真利欲灭目。分何大者？为殊夫事。殊夫者，如是名，如是声，如是性作，如是习，如是受苦乐，如是长寿，如是久住，如是寿命期限。是名为当大、粗大、舍大、大者。尔时世尊离说偈言：以舍与当大，不复应经处。重任为大苦，舍任为大乐。当断一切爱，即尽一切行。晓了有余境，不复转烦忧。佛说此经义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